再来看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通报，讲南投水里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，手头有枪甲枪支，大批的警力去抓人，查到一支托尼基的散弹枪，佮一支手枪，佮有200粒的枪支。这嫌犯是表示讲是一个已经过身的朋友寄放伫伊遐，警方是表示讲因会佮继续追查。 规大镇警察全副武装来到南投水里一间林家厝，也因为现场要到200平，警方唔敢大意，是抄较真详细，落去抄出枪支含一批枪支，也发现真罕见托尼基制造的散弹枪。查扣了土耳其制霰弹枪1支、金牛座手枪1支及各式子弹200发。他当时是把他的枪械子弹藏在后洞，因为它有前后洞，藏在后洞废弃的水塔里就以那个 塑胶袋相关的胶带的包裹的方式来做一个藏放。刑事局进前接到情资，讲南投水里乡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可能有枪，而且拢藏伫咧徛街，报请检方指挥侦办。警方收集证据了后，发现讲嫌犯住的所在挖进山坡地含公墓，而且范围真宽，追查风险也真悬。加在追查过程，嫌犯拢无反抗，一概查到枪支敢是有牵涉到刑案，警方佫需要厘清。目前还在鉴定中。 好，我们要等鉴定书下来，来看有没有跟各大一些枪支的重大刑案来做个比对。嫌犯放掠到了后，伊就讲这个枪含枪支是一名已经过身的朋友，几多年前寄伫遮的。警方针对这款的讲法是保持着保留的态度。然后这届查到枪支内面，其中有2种枪支是袂当使用伫咧这款的枪顶头，无排除还佫其他的枪也被放查到。即马也要来扩大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